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是诈骗的新步数。苗栗一个小姐伫网络顶应征会计，伊爱做的工课，就是提供个人的口座，互外资公司甲资金汇入伊的口座，伊才去甲钱领倒来交互公司。想袂到这就是诈骗的陷阱，所汇入来的钱，其实拢是非法的差拉钱。尾啊，这个小姐有自觉着讲，家己嘛去互骗去咯，就甲警方来合作，或者男朋友到共这间公司去应征。等接到指令要去领钱交钱的时阵，警方老早就伫现场来卖货，当场就抓到2个车手。开手机，来，给我蹲下。蹲下来。到银行提钱的2个诈骗集团的车手，去环境当场甲抓起来。另外，美丽对面负责收钱的嫌犯本来想要走，赶快抓起来。为什么环境会当知影嫌犯的行踪？原来苗栗的警方是接到一个查某人报案，伊伫网络顶管找头路，想要做会计。主要的工课就是提供伊的口座，互外资公司甲钱汇入来了后，伊去领钱交互公司的经理。但是过无偌久，伊才发现讲伊的口座向讲有问题，进前领出来100多万的钱，其实拢是黑钱。后来和警方合作破案。以相同方式在提领款项时，由本分局员警一举查获这个诈骗集团的收水手2名及赃款新台币46万。警方目前咧追查集团的成员和幕后的金主，嘛，甲你提醒一下，找头路的时阵，莫提供个人的口座和公司使用，才袂无小心变成是诈骗车手。